各位，之前我哋講過山票同鋪票，跟住落嚟，我哋要講下咩叫做白鴿票。傳聞白鴿票呢係出生喺道光年間嘅，不過另外有個講法，就係話佢係光緒末年先出現嘅。當時維新派竭力主張用新學取代舊時嘅科舉，咁朝廷爭議入邊呢，維新派就逐漸佔咗上風啦。不過科舉一旦取消，咁維新亦都失去咗佢存在嘅根基啦。所以喺維新嘅生死存亡關頭，善於隨機應變嘅廣東賭商就用白鴿票作為替代維新嘅方式啦。當時嘅白鴿票另外有個名叫做小維新嘅，但係白鴿票呢就係地地道道嘅中國彩票，佢同維新呢種博彩呢其實相差得好遠嘅。不過反而同山票嘅遊戲玩法係最接近。白鴿票呢亦都係圈字嘅，不過你可以揀嘅字就少啦，得80個，所以呢又有個名叫做80字有獎議會。佢啲字喺邊度出嚟呢？亦都係又學千字文，由天地元王一路去到鳥官人王嘅。咁你要玩咯，就圈10個字作一注。白鴿票呢個名係點得嚟嘅呢？就係因為佢用白鴿嚟開獎噶嘛。80個字捲成一個球仔，咁啲白鴿呢就喺其中入邊擔20個出嚟，就係中獎嘅字啦。呢種開字呢簡單公平。啲白鴿只要係咁以訓練下，就去識擔嗰啲紙噶啦。中原嘅賭界人士一直都笑廣東人賭錢係白丁博錢，即係話廣東人冇文化、文盲啊，遊戲嘅品味又低，白鴿擔字呢只能夠顯出廣東人嘅愚蠢。後來廣東呢就比較流行師爺查字開彩啦，查字呢規矩多多，一定要讀書人嚟開先至得。咁師爺根據規矩嚟查字，冇辦法作弊嘅。字呢就係分上下兩層，例如寒來暑往就要對秋收冬藏，金生麗水就對玉出昆岡等等等等等等，對應嘅字呢唔可以開齊嘅，有好多限制嘅。師爺開出嘅字逐個掛出嚟就俾人對獎，咁越開得後咯，勝負就越明朗，氣氛亦都越緊張。開完字就放炮仗。白鴿票呢，佢獎金就分6種，佢唔似維新山票鋪票咁，你圈得字多就算贏嘅。白鴿票嘅勝負呢係一早決定好嘅。假如你中晒10個字有10兩，9個字有5兩，8個字呢就2兩5錢，7個字5錢，6個字呢就贏5分，你中5個字呢就得5厘啫。但係你4個字以下就乜都冇啦，唔好意思。白鴿票開獎呢，往往頭獎二獎都冇人中嘅，咁但係有陣時都會出現幾個頭獎嘅。如果出現呢種情況，嗰個賭商就要揞真本出嚟啦。通常白鴿票一注就3厘，1000注呢就為之1期，咁賣夠1000注就即刻可以開噶啦。但係有啲賭商呢，亦都會累積幾期，然後指定一個日子嚟連續開獎嘅。如果你中咗頭獎，就可以得到賭注嘅333倍嘅獎勵，同山票鋪票一樣，係一種1兩博千金嘅賭法。不過山票同鋪票呢，同白鴿票係有區別嘅。山票鋪票呢，就係賭仔之間你贏我，我贏你。作為莊家嗰邊佢賺取嘅毛利都係固定，所以莊家呢就係賺硬唔會輸嘅。而白鴿票就係莊家同賭仔喺度對賭啦。雖然派彩嘅等級同數量都係有利於莊家，但係莊家依然有行衰運嘅時候噶嘛。佢唔單止會蝕晒嗰啲賭注，分分鐘仲要揞埋自己嘅老本出嚟嘅。冇錯，呢啲情況呢就的確好少，最終嘅大贏家仍然都係莊家嚟嘅。白鴿票喺清末就喺廣東開始流傳，而且衝出國門，傳到去美洲大陸嗰邊。去到民國嘅時候白鴿票開彩，除咗用白鴿嚟擔字查字之外，仲流行搖珠嘅。
白鴿票喺澳門啊，由佢誕生嗰日一直到現代都係好熱門嘅彩票嚟嘅。開字嘅時候呢，通常都係用電腦嘅，所以又叫做電腦白鴿。嗱，各位聽完以上幾種玩法之後啊，係咪覺得我哋廣東人對於賭好有智慧呢？冇錯，喺晚清時候，廣東賭業嘅發展呢係相當蓬勃，不過並唔係一帆風順嘅。禁賭同開賭一樣都係咁熱鬧啊！大清律例係嚴禁賭博嘅，不過律例係一回事，執行又係另外一回事啦。無他嘅，上至朝廷官員，下至衙門差役，一樣都咁好賭，賭風盛行，賭仔一街都係。雖然話冇人夠膽公開聚賭，嗰啲賭館呢冚唪唥都冇招牌嘅地下賭館嚟嘅。賭商、莊家就係一種唔合法嘅身份。之前講過啦，1861年廣東呢就首創維聖公島啊，用嚟修復貢院噶嘛。雖然話淨係可以搞2年，但係官家就停咗啫喎，百姓呢就依然係熱鬧鬧喺度玩緊嘅。嗱，過咗2年，即係同治2年，郭松濤出任廣東巡撫。嗱，當時啊，經過鴉片戰爭同太平天國運動雙重打擊，清廷國庫同廣東省庫呢都冇錢剩噶啦。雖然貢院呢就靠維聖可以執翻正佢，但係喺廣東嘅清兵呢就冇糧出，所以啊，郭松濤決定呢就揾啲莊家嚟開刀啦。佢先貼出禁賭告示，然之後呢就查獲一大紮維聖賭館，郭松濤就判罰呢啲莊家14萬兩用嚟做軍餉嘅。被官府捉住嗰啲莊家，為咗佢嘅身家性命財產，即刻喳喳林交清晒啲罰款啦。嗱，呢單案之後啊，巡撫大人忽然間叮一聲，佢有計啦。如果一味靠係嚴禁喺度重罰，以後仲邊有人夠膽私開維聖呢？嗱，冇人賭維聖，咁樣我哋咪冇得罰款咯。於是乎，郭松濤就用咗一個寓禁於徵嘅辦法啦。佢招商承辦維聖公島啊，唔准你啲人玩，但係公家開就得。莊家你要辦維聖啊嘛，冇問題，你向政府交承包費就得啦。所以承包費亦即係年餉啊，由原來嘅幾萬逐年加到去10萬銀啊。嗱，廣東呢上繳國庫嘅糧餉任務圓滿完成，咁清政府亦都隻眼開隻眼閉，就任得你廣東嘅維聖公島連開8年啊！去到同治10年，御史鄧承修就上奏啦，佢請求禁止廣東徵收賭餉。咁朝廷啊冇理由裝聾扮啞噶，當年就即刻落咗一道命令，要求兩廣總督瑞麟、廣東巡撫張紹棟取締一切嘅維聖活動。咁之後啊，維聖呢禁完又開，開完又禁。去到光緒10年，即係1884年，張之洞啊就出任兩廣總督。嗱，當時啊中法戰爭爆發，直接危及到省府、珠江三角洲同埋廣東沿海一帶嘅安全。張之洞諗住開前局、兵工廠、虎門炮台同埋秀英炮台，但係冇錢啊嘛，軍費呢就日日喺度燒啊。張之洞啊就公開講大敵當前，民族存亡緊要啊！佢就下令招商揾人去辦維聖啦。咁承辦嘅就係我哋之前講過嗰個魚商劉學勳啦。嗱，呢個賭禁一開，嗰班朝廷官員即刻就喺度嘈啦，一邊就支持開，一邊就支持禁，兩邊嗰啲奏本啊，日日都送上去紫禁城嘅。去到第2年嘅11月，張之洞聯手喺廣東嘅欽差大臣彭玉麟、廣東巡撫魏文蔚一齊公佈，就話批准維聖可以招商承辦啊咁。咁張之洞啊，佢就承諾喺維聖嘅捐款入邊攞20萬交俾水師提督方耀，係俾水師喺黃埔船澳打造廣元、廣亨、廣利、廣貞呢4隻炮艦嘅專用款項。嗱，呢4隻炮艦啊，一路巡駛喺省河同埋虎門一帶嘅珠江口，所以啲法國戰艦啊，亦都唔敢貿然進犯珠江口同省城啦。賭博居然為反侵略戰爭作出貢獻，嗰班堅持要嚴禁嘅官員呢，
一時間就口啞啞啦。而主張開禁嗰班呢，就即刻腰骨都直晒。維姓私道呢，禁而不絕，政府就冇辦法收糧餉。咁軍餉唔夠，就唯有向百姓收稅嘅啫噃。咁肯定民怨沸騰嘅喎。開禁維姓，暫且呢就可以收翻多少承包費，又可以減少百姓嘅負擔，亦都令到嗰啲禁而不絕嘅維姓司管呢冇辦法生存。同時亦都充實咗省府同國庫，喺佢哋睇嚟就係利國益民、富省強軍嘅無奈良策啦。喺張之洞之後，李漢章呢就接任啦。佢繼承前任，暫且呢就繼續開賭，就將維姓承包俾公和同埋瑞城兩間賭博公司。呢兩間公司報上嚟嘅價錢呢就係80萬，分6年嚟交嘅。呢兩間公司呢就喺省城同埋郊外就開咗佢哋嘅售票點。劉學勳嗰間公和公司啊，本來就佔咗省府嘅有利位置，所以佢所收嘅投注啊就多過喺外圍發展嘅瑞城公司多聲。另外，劉學勳仲係老司館嘅後台之一。咩叫做老司館呢？係源於番攤館嘅後台成員。後台啊，通常都係翰林啊或者進士呢啲嘅，咁呢，所以就叫做老司館啦。如果呢個番攤館嘅後台係啲軍人嘅話呢，就叫做軍堆館。咁你民間嘅賭商如果要開番攤司館，就需要呢啲有權力嘅人士去庇護你啦。每日啊都要向呢啲後台孝敬幾十蚊到幾百蚊不等嘅。當時嘅總督衙門啊係未開放番攤嘅，官方呢就唔方便公開揾人去承辦啦。但係呢，李漢章就允許私底下收賄賂，所以1年之內竟然收到40萬啊！咁其實佢哋私底下收嘅就係一種漏規嚟嘅，係對於你呢啲不良行業嘅攤派性捐款，以罰代金。其實同今日某啲地方向工廠徵收排污費，工廠就可以合法排污嘅權利一樣。咁李漢章呢，佢親手去插手呢樣嘢，隨意性就好大嘅。當時有個武官李世貴啊，包庇咗一間好大嘅番攤館，因為佢同李漢章呢就好熟又識做，所以李漢章啊就允許佢每年只需要交1萬蚊污糟錢就得啦。但係另一方面啊，廣東巡撫馬丕堯呢就上奏朝廷彈劾李漢章佢貪劣啦，認為徵收呢啲番攤漏規，實質上就係承認番攤合法。佢主張禁止收受番攤漏規，嚴禁番攤同埋維姓啊。對於呢兩種遊戲嘅賭商呢，一律嚴辦。但係過咗冇幾耐，馬丕堯呢就暴斃咯。相傳呢就係話俾呢啲後台嘅人害死嘅，不過查無實證，不了了之啦。所以啊，所謂嘅禁賭亦都流產咗啦。李漢章離職之後啊，由譚中麟繼任。呢位譚生呢繼續開賭，只不過啊就唔俾劉學勳繼續搞呢個維姓噃。